啱開始來肯定談唔識台語，因為佢上下從來唔聽接觸過台語啊。係啊，故所以我老公呢佢就會慢慢從我嘅娘家上下帶很多嘅到客家嘅物品過來，本來看，本來因為我嘅思想之庫，自家嘅母語一天唔會忘記。我小時候是在寶山那邊，小時候沒什麼記憶，會講是會講，但是久了忘了。我們老闆娘是客家人，同樣是客家人嘛，當然會有一種親切感，所以說對我有一種好像家鄉的人一樣，在工作當中讓我感覺又回到客家的故鄉一樣。养着条葱烟，春风过去，江娘多，后妹爱哭谷一天。日下小满唔下线，梦中对一封书念。西瓜清甜，梦里望，太初本年苦渐渐。酒处处甜归烟，年年迎团圆。日东小雪18年，四季轮回又一年。宜兰平陽也特別有新開發嘅平陽，含個強力嘅水源頭。這有研究講，也特別有100%嘅客家人。不過呢，因為好老人較多，故所也特別嘅客家人冇講客家話，較多係講好老話。故所呢講，也特別冇講客家話嘅客家人，按到好老客。今日呢就行入歷史嘅記憶，嚟啲談看下宜蘭省嘅故事，嚟啲。宜蘭係南洋平陽為主，舊名幹馬蘭，係第四代係啲台灣原住民平埔族來嘅名嘅。頭擺係啲配國皇帝嘅所在，一直到清朝數嘅初期，曾有漢人來到呢邊。嘉慶元年，將主人烏沙來呢邊開墾，啲發嘅南洋平陽蛋糕，自北向南開墾，漸漸嘅形成狀頭。客家人就生啲宜蘭各地去咧。Hello， 老師早安。早安，你好，安早。哦，今日呢又到一個三國王廟呀。宜蘭這裡敢係東多安有三國王廟？大概如果以比例來看的話，大概是全台灣最高的，有30幾座的三國王廟。哇，這樣韓國按多客家中啊，不山老豆，宜蘭這邊是比較少客家人的。可是怎麼會這邊很多啊？是隱性的嗎？因為宜蘭是大部分宜蘭的客家人都不講客家話，大家都以為客家人很少。隱性的就對了。對啊，就是所謂的那個招安客嘛。那麼還沒有可能來到開拓宜蘭之後哈，慢慢被那個強勢的閩南文化哈同化了，就慢慢的不講客家話了。那你該不會也是客家人吧？搞不好，因為我的祖籍也是個招安吶。哦，真嘅，咁你就會客家人呢？有可能，可是因為我的祖先哈，他們都是比較下階層的人，沒有留下一些證據，連長輩口述都沒有留下來，所以在幾率上應該是80%-90%以上。林正鳳先生，宜蘭頭上人，對家鄉嘅歷史特別好研究。研究來，啲宜蘭各地尋研究資料，拜訪老輩人，還較留心地整理出書，做得講係宜蘭通哦。想了解水準嘅歷史，問記就出嚟。老師，做乜到宜蘭呀？到邊會有按到嘅水準咧？因為宜蘭的水資源多啊，來這裡開拓的農民哈，他會善用這裡當地的水資源嘛，然後就會很迅速發展這個水稻的種植這個東西。那因為我們這邊呢，跟台灣
其他地方比起来的水资源又特别好。那他们大欧对这里的居民，他们就选择那个地下永源最丰沛的地区来这里定居，然后弄这些水圳来灌溉这样。你看到这个水圳盖好以后，变成那个居民生活上的一个水源啊。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宜兰的特色啊，洗衫北洗衣棚啊。所以现在我看到这个渠道，它就是年代你讲的那个金泰恩泰尊哦。对，这个是一个客家人建立的一个聚落，然后他们建立聚落以后就要开这个水圳嘛。根据我们的研究客家人对于宜兰水圳的发展，不只是金大安区，还有其他西南区也都是有非常非常大的贡献这样。不说讲啊，其实客家人应该讲嘛，客家人挖山就是山，他不管到哪里呢，他都有想办法能够让自己唔但将这个省发，也个水源啊、田用的中都可以看得出客家人的资历啊。头摆使到宜兰迄个客家老祖公，单单係走岸南青亚洲所采嘅客家人，經過百年嘅族群融合，大部分同化做好落客，不過還係做得對宗教信仰、神法用嘅老飲食文化地度看得出來。剛剛是介紹水圳，現在還有另外一個客家美食是一個我們宜蘭省非常出名的粿。哦，老闆娘你好，嘿，兩個就係客家嘅辦的耶哇，這分很多種不同口味，這個是麻條麵啊，這紅豆鹹的，鹹的紅豆，鹹的紅豆，對，這個是菜脯。哦，這紅紅的是上面是用。姐姐，我可以來試包一個看看嗎？這個跟我們客家人食的個拌的啊，這什麼？比較 Q 哎。這假筍米嘛。筍米耶，要東 Q 哎，全部都黑米，對，完全全米的這樣子。對。好，那我先來選我喜歡吃的料，好不好？哎，阿嬷，就會客家話講的滷配席。對。好，那這個呢？這鹹的紅豆。紅豆可以做鹹的，很好做參薑，加薑哦，加薑辣的。哦，這個就是甜的嘍。甜的。好，那我先吃這個我比較熟悉的，因為我阿婆家也有曬這個蘿蔔絲。好，安妮，對 ，OK 嗎？可以，再多加一點，再加一點，更好吃，不怕客人吃，對不對？安妮沒有那收起來。好甜。啊，就很像我們客家人在包菜包那樣子。一樣的。可是這個真的好 Q 哦。我阿嬷也是客家人嘛。真的哦。對啊，所以她是當初，做這個粿的時候是用客家的方式在做這個粿，跟外面賣的那個粿完全不太一樣。真的，難怪我想說，台灣的不太一樣。怎麼會在這邊會有這麼客家的東西？對，而且那邊還有沾花生粉。是。把那個我們客家人講黑起麻對。溫板條嗎？花生粉，這是很道地的客家的味道哎。客家方式。所以你說是阿嬷，那就是媽媽的婆婆是客家人，很道地的客家啊，所以現在傳下來第3代了。對。後期我看這樣就 OK 了。OK。正好包。這應該不是講生球哈。哇，我來試吃看看嘍，好不好？裡面我塞很多料哦，走馬哦。好 Q 哦。桃園苗栗那邊很多客家人啊，都會特意來這邊買。我覺得這個重點是什麼？就是兩個你拿跟兩個拌這部分真的非常的 Q， 有加糯米，然後米都一樣的，真的很 Q 哎！而且這個料炒得很香。日本品種，這攏日本的，咱咧台灣的蘿蔔絲滑滑，比較硬。咱的日本的物件感覺食到較嫩 Q 較好食。真的，清香哎，就會講你單槍是兩個拌成，你就會很吸引人了，非常的 Q。而且呢，像這個，我試吃一點這鹹的紅豆的味道，好不好？這是客家做法。這個真的好香哦，七百是都落姜麻的。哇，阿婆，像阿牛啊，都那條 BS 這樣子賣貴吼，是大家平常都會吃嗎？還是在什麼時候
会特别买这个吃？拜拜较较大。拜拜是红代表饭、就是新拜拜班啊、寿啊。闽南语说的昂姑贵这样子，这真的非常客家哎，所以难怪刚才都讲吼嘿，老师有跟我讲到说这边有非常多的我们说诏安客家人。对对对。美菜宜蘭北港市場地圖嘅菜包有60多年嘅歷史，大早晨現做，唔但將皮球料香，仲有誠意，還卡係前生人傳人嘅菜體小食咯。紀念嘅養生菜包過後，聽聽先生啲宜蘭腔上地圖散步，共下來感受上係亞道味嘅風法樣貌。哎，明珠，我带你看看这个地图。这个是宜兰四期贵真土，哎，这个是宜兰整个大宜兰市哦。旧宜兰城啊，这个圆圈圈，这个清朝时代旧宜兰城。亚给黑宜兰上，啊，所以都亚给水洪要强势嘞。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护城河，等下喊出来啊，还在，但是被加盖了。也没有城门的吗？都没有啦。其实我们这里走出去一点就北门口啊，就是宜兰城的北门啊。啊，我们这家店在这里已经有100年的历史。哇，这个房子啊，因为亚诺波已经快没嘛该出来耶，只有看到一点点，还有一点门面这样，现在整个都被全部拆掉，对不对？古时候都踢土荒，还快没嘛该出来，那代表客家的气动，对不对？比较看不出来。城内是看不太出来，它没有那么明显的聚落。现在宜兰桥上都嘅老建筑，浅浅的木铁。也當百年老屋，雖然已經整理長高嘅，不過還係盡量維持啲傳統嘅店面格局，像係聯繫古建嘅對接窗口，重新本其新生命，想要了解嘅地方嘅文化，讓我做得無從飲食開始呢。好，老師，你們單槍會搞熟以外，解說以外，還會做料理？會，真的。好，今天讓你表現一下，有沒有挑戰係嘛料理呢？菜頭梅，老配的梅，老配的梅，这个基本上配料就是葱啦、芹菜啦、红萝卜、白萝卜、个黑逼。以顺序来讲，我们就先串签嘛。哦，你要弄签是不是？那我来帮忙你切葱好不好？好，我们换个位置。葱花嘛，一点点就好了，对不对？对，因为这个都是酌量啦。那今天我们如果是2个人的量的话，哈，就是大概这个红萝卜的1/4就够了。好，白萝卜串完了又串红萝卜，这么简单哦。所以老师这个太简单，没有挑战性，还是剩下给油嘛，该踢撇的衣泥嘛。太好了，我总算了都要到边请到我跟我搞8年呢。有饭就下来吃吃哦，那没饭就吃呀。我知道，你现在打开是要比赛吗？不是。開心愛個叻牛個太生。哎，你会逼到那时间。走后一起。这两个油嘛，该踢撇的意义嘛。特别意义就是说，这个是客家人哈，天穿日哈都要吃的料理啊。客家是一个很勤俭的民族啊。可是怎么跟我们吃的不一样？我们的客家天川吃的黑粉饭呢，就是女娲补天用粉饭。对。所以这边是吃汉梅哦。汉梅，对。真的好特别哦。所以你怎么知道？我当然知道啊，我从小就知道啦。因为虽然你们没有讲客家话，可是你们这个文化继续过。这个习俗啊。哇，天穿日对客家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对呀，年的时间，大家就要修身养息，因为传说是说以前天破了洞嘛，女娲补天，对不对？所以呢，为了要感念女娲补天，过寿年的周我们的周三，好，大家要一起休息，要敬天习物这样子。没错。我们已经放下去红萝卜、白萝卜饭跟高汤哈。现在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个叫虾皮啦哈。但是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味啦。虾皮这个还是炒过，那所以呢，虾皮哈它本来就有鲜味，
然后呢，那个你在炒过就有香味、香气，所以呢，所以用虾皮的那个咸味哈，让它融入到那菜头糜里面，糜里面，老配的糜，老配的糜，所以我们就慢慢让它煮了，对不对？刚刚吃出来有慢点讲吗？看就会啦，所以我们从小就生活在这个环境，看妈妈煮了就会啦。妈妈煮，然后我妈妈年轻的时候就在想说哈，如果有机会哈。到外面开个小店啊，就卖这个菜头糜这样子，我们就家就真的到台北去开那种小吃店，就卖菜头糜。真的，真的。啊，后来又再回来。后来是因为我一直有个心愿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在地的食品，很庶民的饮食啦，哈。但是觉得很奇怪，就是市面上都没有人在这样子卖。我们市面上看到那个菜头糜都是用再来米做。汤清清的那一种，不像这个哈，我们这个是用那个蓬莱米做的哈，煮的，所以它滚的过程之中会把淀粉弄到汤里面去，会勾所以勾勾这样子，哇，我说是两个有阿美的明星，老母的地肚黏黏的记忆，老10年的传说已经上出希望，金头的面香飘散开来。看起来相应好食嘅鹹作，啲樓也特別嘅空間當配合，本人當吃菜嘅感受哦。吃一口老配的鹹糜。哎呦，很標準哦，不錯，好。菜頭的那個香味啊，吃這個好療癒哦。因為這種很懂簡單的食物啦，可是越簡單的食物越有無卡米頭。所以我们这个其实都用那个時令的青菜啦，这不一定要放菜頭啦，像高麗菜啊或者卜啊哈这一类的东西哈，因为它放在汤头里会有甜味，这样就可以取代掉放味素嘛。那刚刚要放虾米啊，要取代掉放盐巴。对，而且放虾米我有学到，这个虾米呢一定要先炒过，这样会有香味，对不对？对，因为它不炒的话还是有点腥。炒过啊，炒过就有香。所以这样有学到了。所以大哥说真的，人家都会吃两个韩模的时间啊，会想到什么回忆啊？想到小时候，他妈妈煮了一大桶哈，放到送到田里面去给工人吃，我们都希望他们呢。多少要留一点回来，要不然我们就没东西吃啊。都是心里面，所以吃这种东西啊，会想到说小时候那种这辛苦的年代，割稻啊、晒稻子啊，妈妈他们辛苦在那里，爸爸妈妈他们在忙的那种回忆。我说有常是食一个东西，其实咧唔係加米湯，食咧係加個鼻葉。要不然这实在是一个很普遍的普通的东西。对，所以料理中嘛，家己要有温度，就係因為佢背後也加個故事啊呢。老師從基本呀，天天安樣規個行下來，發現到啊對你來也特別有當層嘅情感，嗰時候你用那個歷史嘅方式。起來，幫行較多嘅人了解呀一個故事。你做嘛吃講了解對你來講這麼重要，做這件事情。因為時代本來在轉變哈，它本來就是會有變化，但是變化的過程要留下好的。過去因為很封閉，所以那個地方特色是很明顯的。你在我們宜蘭人到台灣各地去，一下都被認出來。因為那個什麼甲杯配羅梅啊，宜蘭腔啊，然後宜蘭的一些生活模式，以及我們宜蘭人對土地的認同哈，我相信如果在台灣比較起來，都是最強烈的啦。那我們也一直在這個環境裡面長大，我們一直認為說從事地方文化是我們的責任。有機會就要多做。真嘅，一碗簡單加上嘅鹹糜，溫潤慈香。從時光未走地的最風潮，變做離沙地度清溫暖又菜天嘅宜蘭味。雖然好老客，但唔會講客話咧。不過飲食記憶，才順利記得嘅鹹麥地度，唔是條標題。接下來，聽聽我哋拜訪，空啲宜蘭上地度一件當有特色嘅飯口傳統哦。件傳統真件都冇叫用誒，我姨媽來啦都係買個老戲煙，你係什麼東西人家誒？謝謝時間插播點，看到還有那種古董天絲啊，你看很熟悉唄。重點是好多名人來過這裡，Q 天發、蔡鳳儀、
对，倒闭的调家一定是那种很怀旧、很喜欢复古东西的调家。来，你看呐 ，Hello， 碧云姐，你好，你好，很高兴见到你好，你好。陈碧云，广东梅縣客家人，16年前嫁到台灣宜蘭，老公帶病燕才15歲，身體開朗發達嘅佢，從蛤蟆來到呢，語言文化生活都是本地當唔慣，天天開餐廳嘅老公天天嚟學過後，漸漸地做得熟絡嘅做主食生意，融合家鄉味，做出天搖鳳味嘅好料理。总算来到一道边请到我讲话搞8年呢。有喊就哈来是真哦，那没喊就是呀。我知道，有喊就来是猪，没喊就来是鸭，对不对？对，果然真的是有学到。这间店怎么外摆看起来完全不像传堂？怎么会那么多的小时候的那些糖果啊、朗达吧这些古董在这里？其實也係為係我老公啊先生小時候嘅一隻眼夢。小时候呢，住乡下嘛，乡下很穷，小朋友根本就没有零用钱买东西。那有时候会跑到杂货店去偷吃东西啊，偷吃那个芒果干有没有？芒果干不是红色的啊？对对对，哎呀，那个很容易被发现。那个老板娘说：“小朋友，你没有买，不要吃啊。”我说：“我没有吃啊。”他说：“你嘴巴跟舌头吃的红红的啦。”所以我开这个店的时候，我都回想说，我小时候因为我刚好是怀旧餐厅嘛，我想我一定要开杂货店，就是圆一梦。当老板呐、我现在要吃什么东西可以自己先拿啦。这些都是小时候放学的时候啊，一定会选一插包店，有没有？有10块钱零用钱啊，50块就去戳戳乐一下，然后买一些朗达吧。是的，創業地方我來到一啲都當按參我上海一樣，因為用磚塊夾嘅表面，還有給我老公開嘅呀柑仔店啊，還有按到我哋小時候嘅朗豆，係大家亦都十分有肥嘅。比講一啲係啊，比講一啲糖嘅呀，BB糖，BB 糖，還有這個金柑仔糖，我哋一邊看到西瓜糖，西瓜糖，哦，阿妹柑啊，係，因為食嘢呢當有意思嘅，安尼可以在嘴巴裡面可以吹那個。你現在打開是要比賽嗎？來呀，來呀，來，請，我們剛剛準備這一套，沒有嗎？你 OK 嗎 ？OK 啊，不錯。但係三妹個叻哦，個菜上。哎，你會比到哪時間？張英設計兩公婆，我已經感受到佢哋嘅初心留低影響。為了好做料理，天天泰哥來到南方澳吳港買現流嘅刺海產，呢位係東埔遠洋吳港嘅重要基地。上面係山嘅天然體系，有接近5層，吳群種類當多，水人客系統哦。那这边呢，就是南湾澳的渔港。那每天中午2、3点，就渔船都会从这边上岸。那上来这边呢，渔货就马上批来这边，所以这边的渔货很新鲜。他们都在这里卖很久了哈。好几十年了，你看。棒。哎，这边也都是新鲜的鱼，当天的就对。对，这当天的鱼黑啊。这什么鱼啊？这个就是刚刚他讲的头兔。国光鱼的。啊？这是国光鱼的。国光鱼，它长得好特别，好像龙哦。它是跟那个石头公的一种。酷。所以这边鱼都很新鲜。对，很新鲜我们今天就来这里选鱼，这样。哎，对。好。哎呀。哇哦，在地度買東東5包哎。阿姨。阿媽，那你叫水。阿嬷这边，阿姨这边哦，跟她认识很久了。差不多20多年了，我来卖是20多年，我媳妇卖的比较差不多50年。所以你们家在这边卖有快50年了。天哪！不简单。这个是什么啊？这是金签灰嘛？金签灰呢，一般呢，这是当地的遗产，当地盛产的。那一般是把它用腌制这个方式之后呢，这个可以拌饭啊，拌稀饭，尤其稀饭的时候有没有？就切一块一块这样来吃，很好吃。哇，在地的，这边才有的。对。阿嬷，多谢哦，拜拜。阿姨，阿公再过来啊。那你要在哪一摊买呢？
来，我们来这边。嗨，老板娘你好。老板娘，你这姑娘，这个是我常来买鱼的老板娘。对。你看，给鱼啊，个美拜呢，哦。那老板娘好多我都不认识哎。要不要给你介绍一下？好啊。这是石斑，石斑对。这是红条，红条啊，这是刺中，这乌鱼，乌鱼这是好吃码头，马头鱼，黄鱼，黄鱼。这是九浪英歌鱼，好多种选择哦，还有冒海都给啊，还有螃蟹，哎呀，都活的哦。哇！厉害，你的黄金，那酒冒海要正式来开炉了。你的黄金给我一下，它才会有层是丝条状的感觉。可以吗？可以吗？有打好吗？啊，特漂亮的。耶！有螃蟹哟，哎呀，都活的哦。泰国家今日来到两道边，你有什么感觉呢？我们今天买了鱼，我要买一个螃蟹。我们老板娘，螃蟹今晚1斤多少钱啊？300就好了，是吧？好。还要买鱼吗？还有昂沙。昂沙。对，昂沙今天一斤要多少钱2包里头。 3条都给我好了 ，OK 好了啦。OK， 2、4、6条嘛，好，全部给我了。好 ，OK。哎，全包啊？用啊，店里要用啊。真的。现在鱼量太少了，有时候来看到就要买，不然你待会绕一圈回来鱼就没了。鱼有没有新鲜？看它的眼睛，眼睛的话很亮，这鱼就新鲜了。螃蟹因为店里有做菜，我们店里有做招牌辣椒蟹，餐厅也开了16年了哈。来看鱼我看多了啊。 其实什么都不懂啊，就老板娘教的啦。他们都会教我们说你要怎么挑，怎么挑啊，挑久就懂了啦。哎呀，亲身行一轉南方屋，無論係吳上爭下上嘅吳嘅，也係吳飯嘅很買心，菜天嘅風土民情，都啲啲啊海洋海山嘅氣息啲度，係美好又特別嘅體驗冇。食材買好些，日日整理學做料理咧。 一下，好，那个刚进来哦，买了鱼，好，有螃蟹，有鱼，待会你处理一下。这是我们餐厅的掌厨啦，叫李正威先生，手艺一举棒。待会你就，弄很高赛，行。好，李正飞太高，新竹宝山客家人，有36年料理經驗，親為老細世界素食嘅傳統客家米，融合各種做法，撈各地食材，本古做米。 重新詮釋過後，持續飄香。那個厲害，你準備好了呀個海產，你要趕快做乜個料理呢？咱們先做那個鹹冬瓜海上鮮，就是用我們這紅鯊魚。鹹冬瓜海上鮮，名誒我都以後湯哦嗬。後湯。後湯。後湯。你聽懂客家話誒？少少一點點啦。是的，你喺那邊客家人。新竹寶山。啊。 好，等一下再来跟你聊故事。所以说鹹冬瓜的話，魚在這是就是這個嘍。對，這是我們的鹹冬瓜。這下去蒸一定很不錯，可是它太入味了，太鹹了。不過一點都懂一咪耶。現在怎麼做？我可以幫忙什麼？你就一步一步教我。這畫個2包。哦，等下看後整，看看熟可以嗎？我們這就畫4道就好了。就這樣上下是2包這樣子。很簡單的。對，因為這樣比較容易熟啊。哦。好，等下冬瓜部分呢？冬瓜部分就是要切一點，切碎。哦，其實它已經很入味，很對，因為它已經很軟了。那壽司的部分除了不用那個鹹冬瓜，還有乜嘅呢？蒜頭、蒜葉、醬油一些小吃，還有蔥花。這是香油。對，香油。飛哥，你做乜嘅會想用那個鹹冬瓜來整嘅？因為如果說你用破布子來講的話呢，破布子它只是一小顆。 但是呢，它的味道比較不容易散出來，因為鹹冬瓜它本身是比較爛，所以說要滲入到魚的本身裡面的話比較容易。但像黑啲出料理，你就看得出，這就是正統的客家菜。因為呢，
是有客家人怎么有卤呀给冬瓜，而且啊，你知道，就是呢，小戴哥就说了，因为这些海产很新鲜，对，那新鲜的鱼啊，就是最好就是蒸，清蒸，对，保持它的原味，没它的甜度。清蒸是最好的味道。那待会儿我们就先下去蒸。今天出吹就来处理那个黄金辣椒冒海嘞。我看到它我就很害怕了，我不会处理，你先教我好不好？行，壳把它掀起来，从中间划一刀。好，可以吗？这样是可以的，但是呢，还要把它划成小块，1开3。辉哥讲，豆生强强的老母海河口笔，做嘅时节香料较做得入味，准备好姜丝、辣椒味、葱水，就做得来萝卜嘞。好，你海的黄金辣椒冒海，要正式来开炉了。师傅刚才交给我任务，就是要把黄金处理好，所以师傅那天他一篇都给煮呀给冒海，我先处理我的黄金，不要想歪歪哦，是蛋的部分啦哈。师傅这个部分安心的交给我，要把它打匀，对不对？对，好，把它打得均匀一点。好，没问题，没问题。黄金的部分就会用个卵去把它能够弄成有蛋丝的样子。现在你可以讲客家话吧？我唔講啊。講就會客家話，你講誒。講了不抹糖呀，葱花还有蒜头先爆香呢。厲害哦！热水呢是以我们平常那个炒瓢子呢以四瓢为准的哦，烧起来呢肉质啊比较不会说老掉，它因为它切开以后呢，肉怕会散掉，所以说4瓢水比较刚好，4瓢水。秘诀就在这里，我猜等一下还要收汁，对不对？对。对。待会还要勾芡。我黄金好了。黄金好了，就稍等我一下哦。全部一起下。对，全部一起下。这种料理方式不算客家的吧？这算什么？比较川式，对不对？因为之前也有到那种四川菜做过一点点菜，因为从事餐饮业不能单独都只学一样。那你觉得你亲好吃的料理是哪一种料理？如果说以来讲的话，我是觉得说还是我们客家料理最下饭、最好吃。真的。好，我们现在要勾芡了哈。我闻起来就好香哦，而且刚刚呢有卤嘅挑盤醬咯。好，来，你的黄金给我一下。看好来哦，而且要离火。它才会有成是丝条状的感觉。可以吗？可以吗？有打好吗？特漂亮了。耶！金龙卵时，清淡胭脂风嘅母海起屋展盘，香人嘅香味可人緊吞後冷水，沙丁比原汁準備嘅高雅，算係家鄉醬油嘅料理哦。这么明白的食材，大家也可以看得出來，叫做豆皮嘞炒牛肉。牛肉嘅部分呢，我就會切，也係切薄片。好。我也唔叻啊嗬，唔好笑我哈。下面唔標哦，做唔得笑哦哈。而且薄片，切薄嘅呢，冇問題。今天是用嘅客家西亞妹嘅煮出來吼。這個是在梅縣那邊的傳統料理嗎？一隻菜可以辦到係我哋鄉下媽媽會煮俾我哋食嘅。真的哦，我在台灣不曾吃過，所以這個是道地的梅縣客家菜。係啊，真的，因為都台灣嘅客家人較罕得食牛肉嘅。因為我哋嘅地方比較牛肉、羊肉都有食，所以牛肉嘅菜式嘅話變化比較多。都跟梅縣啊，吼，是不是？跟我們台灣的客家人共用，就是說，人家都會講細妹人會唔會煮菜增加嘅出去？一般會鼓勵妹仔、細妹仔都係家務事愛做。有時我哋鄉下呢，學愛計種菜，自家愛種菜。邊邊講嘅話，一般愛曉得呀，記下用，這樣都唔會俾人家笑嘛。看到人家牛肉會切到泡泡的哦，切薄片，所以我覺得這個其實掌握一個原則，就是我們盡量把所有食材
厚度、宽度，穷用胎，按用不管你是做什么料理都一样啦，这样才会统一。好，那寿司的部分呢？我就中意食醬油。古时候就老挑油偏日本，按你就会不一样，等下牛会较滑顺一些，对不对？嗯哼，还有会放一点点的盐巴，盐巴不能放太多，也是适量就可以了哈。再来呢，就是放我们的那个香油、沙拉油就是为了自己可以容易搅拌。按多它有3匙啊哈。哇，我第一次看到哎，我想到这也叫客家菜哎。哇，很简单用快的。鸭头菜呢，因为我有时候吼自家相信小下时间，也就会煮来食。会想到妈妈的味道。妈妈就特别都做点出菜本身，已经想到妈妈了，是不是？会醒酒，对不对？当然啦，这个是以前妈妈亲手煮给我吃的。对。现在碧文说是我自己要煮来吃。你下一次应该可以把台湾学到的客家菜带着去煮给妈妈吃，对不对？对呀，这脚带妈妈来台湾食。没错，对，这样比较快。家里行李全部准备好些，是不是就做肉包嘞？嘿，可以放油，然后呢就落配嘞。落去起泡，容易先炒，让它软，对不对？对，炒熟。然后呢，我们先把它焖一下，洗一下哦。对啊，洗一下它有。好，而且基本上落配嘞，给它水分就会走出来。都10分钟哈。而且我今天这道菜真的好好学起来，因为正统广东梅烟跟客家菜在台湾是完全冇食过的。希望大家中意哈。姜嘛先别姜了。有一些边都炒的色，个米头走出来就 OK 了哈。无按鬼炒哦，牛粗料根本身还有温体牛，所以的靠声啊，这个炒法也是很重要的。懂真的哎，很齐哦。乌冬瓜已经冻一米哎，很入味，所以会正感。喜欢呢，而且好清甜哦。那它主厨特调那个酱料真是好。大家对切摸海膏，我就有发现这个蟹膏超多的。不说呢，那个摸海膏用到底度去啊，重点是那个辣椒有炒出香味来。炒法也是很重要的，有没有闻到那个香味？有。这个自家好不怕做嘞，更好食。等下咱哋用嘅留佢夾用下係嘛？係啊。好。然後呢，醬油再放一點點。好，比較它茶班你有没有供茶班吗？茶班係啊。对，供茶班。我们真的可以是2碗飯真的。我们的客家话好通哦，有没有讲吸烟呢那边还看它好，好多汁哦。然后这个铲过来这边，这都会比在我擀米一些的，对不对？好，用它再调米它就可以了。好，还没懂简单。重点就是说，老豆配的肉的牛，这就是一个很特别的食法了。哇，好香哦！因为一般台湾也冇安尼炒来食。一出伫家乡来嘅片菜，晒有嘅潮州老人文风土，情感老美食相互称乡下，饮食就唔单唱係最窮嘅享受聽聽。好料已經上咗，日日來品嘗了。根本这都按牛的地方吃饭，所以有感觉到特别的有气氛呢。刚刚来谈谈跟那个阿飞师傅做这个鱼，好简单哦，我马上学起来了。你先来吃吃看好吗？给用呀个冬瓜，这算是这里的招牌菜吗？对，咸冬瓜的味道会渗入到鱼的肉质上面，吃起来味道蛮棒的，懂真的哎，很齐哦。也来尝尝。老板，这阵等下去先买个牛真件是腌料去的哎，清真的，而且那个
乌冬瓜已经冻咪咪了，很入味，所以我会正感。喜欢呢，而且好清甜哦。但它主厨特调那个酱料真是好，有落个那种各种的酱料放下落去，青菜整整那就青菜好生。钟医生哈都是点沾点，沾下来你还出出我用的是啦，黄金辣椒冒海。这个菜基本上我们要配上这个面包，沾面包吃哦。对，面包你沾一个酱，上面的黄金是我帮忙打的蛋。哎呀，厉害厉害。懂沾点，哎，大家对切摸海膏，我就有发现这个蟹膏超多的。古时候呢，也个摸海膏用到底肚去啊，重点是那个辣椒有炒出香味了，这样吃很有那种南洋风情呢，因为那种辣辣的，很适合在夏天吃这样。这是我们招牌菜，现在客人来这边哦，他会主动的要求。沙哈了亮车啊，我们就把主持的棒子交给我们的碧云姐来好好介绍你的私房菜，要给老公吃，对不对？亲爱的吃，没错。今天呢，其实这道私房菜是我老公还蛮喜欢吃的。哦，真的。这菜萝卜卤过，熬过真的很香。你喜欢吗？喜欢。还是不能老婆煮的不能说不好吃。老婆煮的都好吃，真的。好，来，叫哈斯啦。皮带一袋落配嘞吼，因为按落配很甜，越嚼越香，越嚼越有水分啊。刚才在煮的时候，碧云姐就说他们光吃这个就可以配3碗饭，那是真的，真的啊。他那个有时汁你们在家里吃啊，可以拌换糯米，糯米嘛，家妈说糯米，糯米真的很好吃。对了，口水吃多了就会讲。亲后生，那小戴哥，我今天只有学做生养，你还给我准备了1、2、3。来，这是我店里的招牌第1名的客人来必点的菜，你先试试看。哦噜噜，哦噜噜，咕噜噜，你先吃看味道怎么样？也太下饭了吧！对，皮蛋炒猪肉。那皮蛋炒猪肉呢？因为皮蛋是黑色的嘛。那黑色炒起来黑的，我们也不晓得起什么名字，我们就说，那干脆我们的菜名叫黑噜噜、欧噜噜。特色料理生意在，就像荷塘嘅鹽湖、第三馬島、流土，就連菜名都有特別設計，非常用心。依照澎湃嘅海產料理，食飽嘅嘴孔，分享街頭好味、潛好料嘅故事，豐富嘅心靈。这个店刚开的时候，我们现在已经到今年已经第16年了。哇，迈入16年，那前7、8年呢，我们很辛苦在经营，可是怎么做都没有用。直到这个血税通了之后，什么地方的人都来了，我们生意才好起来。熬了10年了，真的，我老婆跟我吃苦吃了10年呢。而且听说你们2个人闪电结婚了，那你要来解释一下，这发生什么事？那我去大陆玩嘛，表姐说要回大陆回娘家，我说好，我跟你回去。去大陆玩，就在他们家认识他6天。回台湾真的，我从来还没有讲过电话，说一通电话可以讲那么久，一个晚上要讲2000多块的电话费，觉得真的算起来真的很不划算啊。所以你就想说。干脆买机票吗？不是，对，干脆买了机票就把他娶回来，可能会更好。到第10天晚上，我就跟他求婚了，我说要不要嫁给我？他有犹豫了2、3下，2、3秒钟而已。他说你真的吗？真的吗？然后呢，就说OK， 我愿意。真的假的？所以这个也都天发地度求婚成功的。是的。天哪！那你有没有按风行？才相处6天，你就给听了加本给？要讲真话吗？要按瞪一下，按瞪一下，太帅了！哦，太帅了！真的哎，你看真的是郎才女貌，而且你一听团出了伎俩3演技，因为你们现在在镜头前面看有就是夫妻脸，我觉得你们这是真的非常的 match。一定要这样吗？我先走了，好，先下班了。口水吃多了就年味有点香。该有发生什么事吗？太恩爱
害了。不过呢，你看缘分就是一种很奇妙的事情。按照认识6年，结果就来到要到别个的按钮按好的姻缘这样子。不过啊，发育工都转了，其实你看，你一把人家娶过来，就开始吃苦。老婆你辛苦了，真的嫁给我10年之中呢，他在店里上班，一个月只领20800，他每个月的薪水只拿800块当零用，其他人都交给我，因为我那时候有负债嘛，负债交给我的，我这样足足让他养了10年，所以觉得不错啦。他负债10年，他没有跑掉。不过呢，说真的，他也是一个很有责任心，因为自家客家妹仔请老公就要请責要責任心要靠山，安尼就當食苦呀，當做食補，也是一種幸福啦。挺辛苦的一段年的很用给生活的。最辛苦的时候，汉妮你讲好了。最辛苦的时候，我们曾经负债到差不多快1000多万。那呢，1000多万的呢，本来这个店说真的快熬不过了，在雪税还没通之前，不过有遇到贵人啊。所以说台湾还是好心人还是很多的朋友啊。你看，当像我们有困难的时候，他们都是愿意伸出援手。因为你们也很棒啊，你们也很诚恳，这样太起来点我聊天数嘅，而且我很舍不得你看一场人家过来台吧，一开始又都会吃苦，还没嫁到，又不是嫁到很富有人家，穷他吃苦完呢，真的，你真的要好好的。不是，我真的是幸福。見他終於識捱熬過去，見他都係幸福啊！人老人嘅緣分很奇妙，就將讀到小戴哥老畢原記，從拼圖樣嘅，將做得本相互嘅人生做到圓滿完整。無論經過幾多嘅困難老艱辛，實做得啲兩曬嘅成功，感受到體貼嘅心意，牽手行過生命地圖嘅大潮，共同束縛夢想老堅持。本日建議嘅生活，一切創新又精彩哦！二來一道邊嘅，雖然卡到係個好老化嘅好老客，不過客家文化早就沉入到佢哋嘅日常生活地圖，對語言、美食、農業關係到民俗文化，都看得到客家嘅樣嘅。整體嘅菜地嘅風貌，行客顯示出族語無本而老藝，行客道嘅包容性咧。我記得咯，料理就可以一種情感嘅延續。下晝好面試，我哋下禮拜再見，拜拜。日春雨水講人間，江浙調重現。春風過去長命道，後面愛靠谷雨天。烈下小馬唔下線。夢中淚雨風思念，西瓜青甜，望你望太初不念，苦漸漸。日秋處暑甜幾年，年年人團圓。日冬收歇18年，四季輪迴又一年。